好多人以為識寫 code、識做 report、識請人就叫有專長。話你知，錯晒。嗰啲只係工具。真正嘅專長係呢三層結構嘅搭家。第一，工具，手感即係你用得最順手嗰把武器。第二，專業領域，戰場你對呢行規律有幾熟？邊度有坑，邊度有路，你一眼睇穿。第三，方法論，心法人哋仲喺度摸索緊，你已經有一套霎，可以穩定咁交出結果。點解要養專長？喺職場要企得穩，靠嘅唔係聽話，而係不可替代性。當一件事得你先搞得掂，或者揾你做最放心嗰陣，你先至有話語權。點樣快速培養？一，唔好只係做雜務，將零散嘅工作串連埋一齊，變成一條有價值嘅線。二，揾痛點嚟鑽研，專揀嗰啲人人唔想掂，但又好重要嘅硬骨頭嚟咬。三，持續復盤，將好彩做成功嘅 case 內化成實力可以複製嘅經驗。一句話，專業係練出嚟嘅，地位係撐出嚟嘅。唔好做把咩都切唔斷嘅萬用刀，要做就做嗰把關鍵時刻救你一命嘅手術刀。